口水 live 了嘛？live 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做乜佢突然間華語啦？我哋華語樣。唔係我每次見到啲嘉賓我就會突然間華語嘅啦，真係。好啦，嗱今日嘅 Melody 訪問大會有好嘢啦，有3位嘉賓啦。呢3位嘉賓好犀利嘅，都係唱得之人嚟嘅。咁佢哋係馬來西亞嘅歌手2026嘅參與嘅歌手啦，包括有好熟悉嘅 Daniel 李靖能。大家好，我真係冇咩習慣做訪問講廣東話咁啊。講華語，肯定問題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靖能。Blue 謝小儀。大家好，我是 Blue 謝小儀。還有 Danson 黃德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nson。係啦，咁你講廣東話我係 Danson。OK，都 OK。德星啊，係啊，好啦，咁我哋要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睇咗呢一個歌手2026馬來西亞 BNK 嘅第一集嘅話咧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喺 Facebook Live 當中留言嘅。OK， 我哋要on air live 啦噃。OK， 咩你好似好緊張咁樣？係咯，好耐冇上電台咯，真係30幾年喎出道，又嚟啦 live 啦！好，歡迎大家翻嚟我哋嘅 Melody 放大個天啊！嗱，今日5點鐘嘅 Melody 放大個天有好嘢，好熱鬧啦，係啦，好多人啦。因為平時咧，大家如果有留意收聽咧，都同大家分享歌手2026有幾震撼噶啦嘛。當然今次咧，我哋 Astro 同埋Mango TV 咁都有合作，有我哋嘅歌手2026馬來西亞篇，大家都好期待。係啊，今日請到3位咧都參與咗呢個歌手嘅歌手啦。咁樣，我哋首先有 Daniel 李靖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niel 李靖能。有 Blue 謝小儀。大家好，我是 Blue 謝小儀。有 Danson 黃德生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 Danson。歡迎3位啦。OK，咁你哋係屬於今次馬來西亞篇歌手嘅前哨歌手嘛？ Yes。咁當初想問3位受到邀請參與呢個歌手馬來西亞篇嘅感覺係點樣咧 ？Daniel 李靖能，我可能好耐冇見到你啦，咁然之後你又改名啦，咁樣 OK。你點啊？你好耐冇唱歌咯喎。係真係，其實我一收到嗰時我係嚇到嚇，原來馬來西亞都係有一個歌手呢個節目咁，梗係去啦咁樣咯。之後佢就同我講，其實我哋係。前哨真咧係有26位歌手揀2位咁啫咁啊，有啲驚死啦，嚟咯咁樣咯。老實講啦，因為你係我哋認識嘅係 Malaysian Idol 嘅關係啦。其實 Malaysian Idol 之前我就已經開始認識你，你記唔記得？你知唔知周杰倫第一次嚟馬來西亞開演唱會咧 ？OK， 佢係嗰個演唱會嗰個造勢活動當中參與遊戲唱歌嘅一位，我就嗰時候認識佢。好威啊！你即係20幾年前，咪戰鬥幾年前係真係20幾年，出道30年，耶！嗰個30年係你啊，老細。都係啦。咁你自己參加過咁大嘅舞台啦，嗱講真嘅，有冇少少唔甘願咧？我明明可以傻化噶嘛，我咁勁，我係戰鬥型嚟嘅喎，係喎，我唔係你算嗌多嚟嘅喎，大佬啊，真係點解係？其實唔敢講，其實講真，因為我哋係出道好多年，但係中間我哋又冇咩新作品啊，又冇咩咁啊。其實講真，真係有啲點樣講，有點脫軌啊！我其實真係有點感覺，係說我自己怎麼樣子要接回得上這個時代的潮流，我覺得這個是我最大的挑戰。所以其實講真，我入咗前哨 OK 啦，都係一個機會嚟嘅。我都想知其實發生咩事啊嘛。OK，咁你平時會唔會都留意翻成個娛樂圈啦，或者成個馬來西亞大趨勢？未必馬來西亞，因為而家未必講馬來西亞，我成個大中華娛樂圈發生緊乜嘢事㗎？你會唔會留意呢啲嘢㗎？我覺得我真係非常之抱歉，我真係有時有啲咁嘅嘢，有啲咁嘅歌手，我個老婆都知喎，我咁樣咯。你完全真係脫軌㗎咯喎，叫做唔理㗎咯喎。有少少嚴重啦。點解咧？唔知喎，真係少少嚴重，仲有分程度㗎咯。係冇，真係講真，其實近排大家睇咩戲啊、咩電影嗰啲全部，我又唔興喎，我唔興睇戲喎，我真係為係聽電台，即係你係電台播咩我聽咩咯，係咁嘅咯。因為我平時有揸車啊嘛，嗱就會聽電台啦。OK，但係真係好開心可以喺電視或者舞台當中見到你，因為我真係知道你係一個好中意唱歌嘅朋友。係真係過咗好多年之後，我真係認為講，其實唱歌係我想做嘅嘢，所以其實我而家係真係盡量努力，即係接翻嚟咁樣咯。你想嘅舞台，你依然掛住舞台嘅，係你睇造型就知啦。大家快啲上到 Melody 嘅 Facebook Live 嗰度睇佢嘅造型啦。但係你自己有租撐噶嘛？而家係咪都有唱歌噶嘛？有唱歌就係其實有段時間真係就係等 show 咯，有 show 唱，冇 show。
就等咯，好被動啦，係咪啊？可以講係嗰陣時係咁係嘛？咯。之後真係有段時間就覺得其實有咩問題咧？其實係唱歌啫嘛，唱歌我每一次上台我係好開心，每次見到我啲歌手朋友其實都好開心，大家一齊唱歌，所以我諗住其實唔使咁計較嘅話，係都 OK 好嘅。enjoy 舞台都係舞台嚟㗎嘛，啱係咪先？係 But 咯 at the same time，我真係有收到啲 feedback。嗰陣有個 friend 同我講，其實我收到個我都唔知點樣同你講嘅一個 feedback 嘅時候，OK，我哋收到 OK 講 Daniel 啊，有點固執，跟不上接不上時代潮流，沒有進步啊。人家跟你說嗎？就人家跟他說，他跟我說。哦，那你收到這樣的一些 feedback，你感覺怎麼樣呢？其實我覺得佢講得好啱咯。嗯，其實我講真，我覺得其實佢真係講得好啱。之後我就唔知點解，就突然間我去 live house 唱歌。live house 就真係你一定要唱新歌啦，要唱勁歌啦，舞台嗰啲又去勁咧，咁我就 OK，即係死就死咯，咁我就試下啦。但係我真係想做好啲嘢，所以講真，我覺得我想去了少林寺這樣子，就丟你去那邊直接打就對了，這樣子的感覺。但是我真的有一個問題很想問，因為 Daniel 他其實就是在線歌手嘛，對以前他就在我們認識在線歌手，對，但是突然間你跑去 live house 啦，OK，那會不會自己的心裏面會不會有一點點放不下的感覺？放不下的感覺？我覺得已經沒有這個感覺了。哦，早10幾年前應該冇咁嘅感覺。OK，就有舞台你就想爭取那個機會就對了。我覺得是 OK，所以我就來了。 Very good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期待。好，當然我們也是有我們 Astro 經典名曲嘅代表啦。對 Blue 都係冠軍嚟嘅。係啊，Blue 你自己又點睇咧？收到邀約嘅時候心情如何咧？你真係攞住冠軍名呢個呢個朵呢個朵去嘅喎，咁樣。其實收到嗰陣時都係好驚喜嘅，因為不嬲我哋都係睇緊呢個歌手噶嘛，節目你無端端你知突然間有呢個喎，跟住I mean 你比賽咗之後，未必你可以去到中國嗰度咁，係，但係 of course 一開始梗係開心啦，原來咁多人爭一個位係啦 ，OK 啦，我哋要學習啦，因為其實對於我嚟講啦，係咪？因為你要 ready 你自己 as 一個歌手去參加呢個比賽，未必我覺得我自己未夠啦，但係我哋可以試下。係點解你覺得未夠啊？你邀約嘅時候已經覺得冇信心？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好勁，其實我覺得其實每一次站在嗰個台上嗰陣時，你愛比嘅其實係自己嚟㗎。因為我覺得係。要點樣每一次比賽嗰陣時，你可以克服自己嘅嗰個恐懼恐懼真係，因為你平時你駐唱同埋你嘅比賽其實係兩回事嚟。你駐唱嗰陣時候就好似你翻工，翻工唱都係咁唱噶啦，打得唔得咪第2首咯，係嘛？第2得唔得咪第3首咯。但係你比賽嗰陣時一次啫噃，你要揀咩歌咧？咁你要點樣唱咧？你要點樣先去贏到人哋？呢個都係好多思考嘅嘢嚟嘅。但係咪要做翻自己啊？或者係講好多種種嘅原因？好多種種原因搞到你自己都唔知想點啦喺台上，亦都唔知道有冇信心。其實每一次上去都係覺得想做好自己啫。希望係每一次上去嗰陣時都係可以比上一次好咯。咁OK， 明白。唔可以要求太多嘢啦，其實最緊要係當下 enjoy 嗰個舞台咯。係啊，我覺得其實當下最重要係，我覺得啦，其實編曲老師佢真係編我哋嘅歌編得好好聽，係咪？好中意，係我都好中意，所以我覺得係每一次想將嗰個歌唱得冇辜負佢哋啦，反而係冇辜負音樂人喎。OK， 好啊，咁啊好。等陣翻嚟咧，我哋就問 Danson 啊嚇，因為我哋要一入歌咁資訊翻嚟咧，我就再繼續守住喺 Melody。我哋 Facebook Live 有冇人留言咁啊？睇下咯，慢慢嚟。Sorry 啊，有先睇，我哋要一首歌之後再同大家傾下，唔好意思。好，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，大家可以留言嘅，都係咯。一諗翻轉頭啦，等下先問你，佢兩個先，即係諗翻轉頭，一企翻個舞台緊唔緊張？因為嗱，即係睇中國嘅歌手，確實是你可以
你可以 feel 到他的那個緊張，睇咗緊張啊！電視上我都覺得是緊張的。然後有訪問過一些在那邊參加過的歌手，他們覺得嘣嘣嘣嘣一直。但馬來西亞這個會讓你緊張嗎？你自己睇翻我哋嗰個片段，唔係我有睇，即係我想問下你哋自己感覺咯。係真係緊張啦！我睇佢我都知佢係緊張，老細。我係真係當下咩感覺咧？咁又當下咩感覺？會唔會驚空晒咧？係。吓，真係會，真係空晒，即係會囉囉攣啊 ，butterfly 咁樣個，係咪？即係我本來有 plan 啲嘢咁啊，啲 plan 你就 plan 乜鬼嘢 plan 乜嘢？plan 乜嘢？我多摸咗咯，我 plan 乜嘢？真係，plan A 嘅就要個 plan B。係真，我嗰時我真係，我就係 plan 住我 OK 呢度我 rock 嗰陣時，我有啲咁嘅聲，嗰啲全部冚唪唥唔見咗晒，唔係嗰啲獅子嗰啲，即係嗰啲感動嘅 feel，啲全部都唔係感動，嗰啲係變成驚咁樣咁。所以確實剎那都影響到自己嘅情緒嘅。係 performance 嗰啲全部都係，我真係緊張到我真係最尾我係兩隻手揸咪啊，老細。哦，真是發抖，你知道嗎？哇 ，OK，太久沒有比賽了，你還說剛剛比完，你知道嗎？咁都想問你，參加這個跟經典有不一樣的感覺嗎？現在錄這了是，現在可以講啦。Facebook Live 其實是有不一樣的感覺啦，因為在我們那個時候比賽的時候，就是那些二十多個人，大家都是很厲害的嘛。就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，of course 他們也是厲害啦，但是你一直以來都跟他們 gather 在一起了的嘛，對不對？然後這幾個20多個人，你不認識的哦，有全新的人，全新的人， OK，站在這個舞台。就是這個舞台是你很想站很久的舞台，所以你一站去，其實你就很緊張，然後你又不知道你是第幾個唱哦，然後我就是剛化了妝，suddenly叫我了，我就 blank 了，我就剛剛化了妝，suddenly叫你，是因為你還不知道到底誰先上場的意思嗎？我完全不知道的，我們是直接當天，真的是 OK，來我們第一組歌手有邊個，我就同佢同一組咯，係啊，睇到係，所以我們就是第一組的，我們說是最早上的那一組人，這樣子。那後面的會不會更加的緊張？不緊張，因為你唔係緊張，唔係因為後邊啊嘛，即係唔需要先拔頭籌，感覺緊張，因為唔知但係會唔會經過晒睇過晒狀態？其實我哋睇唔到，我睇唔到嘅一批歌手嘅，即係我哋睇到同一 batch 嘅。我哋睇我哋嗰個 group，所以我講話同阿 Blue 係同一個 group，所以我哋就知咩事。不過係阿 Dancer 嗰陣時，我哋真係即係點咧咁，即係睇唔到嘅，所以我哋係冇份睇嘅。等睇住，其實係個狀態咯，即係你等嘅時間，你就係等成日，跟住你又上台3分鐘，好快又過嘅，即係你上台。不過你before上台個，好似你開聲啊，你練習啊，你一直好似彩排咁咯。我覺得係消耗咗我好多體力嘅，係咯，即係上到去嘅時候，死好多細胞啊！我哋應該咁講啦。其實上到去已經係就係咁噶啦，就係我淨係做好呢樣嘢就好噶啦。係咯，即係同以往大家參加比賽，我相信都係大家係參賽者啊嘛。而家比賽大家都係職業歌手，咁多種壓力係咯，仲全部都係冠軍。哇！真係喺後邊等嘅時候唔知咩心情啊！唔係睇數，喺個樓梯間收單就已經哇嚇死我哋咯。哇，刺激啊！好，我們要 live 啦，對，先睇。這個東西看到來啦！歡迎回來我們 Melody 有好嘢。今日咧，我哋有3位嘉賓啦，亦都係歌手2026馬來西亞篇嘅3位前哨歌手啦吓，包括有 Daniel 啦，有 Blue 啦，亦都有 Danson 黃德星、黃德順嘅。咁呢個時間我哋問翻我哋比較年輕啲嘅新秀代表啊，年輕啊，哥哥姐姐好，好意思講，哥哥姐姐好，哥哥姐姐 OK，阿哥阿啲又唔好啦，咁樣 OK。好 Danson 你自己身為即係新一批歌手啦，咁亦都係我哋 Astro 新秀節目冠軍啦。咁你嘅心態有哥哥姐姐咁緊張冇啊？其實當下收到嘅時候，我係諗住點樣去，我仲有咩絕招可以出？因為上一個比賽已經出晒咗，出晒唔算係咁樣啦，即係我想表演嘅內容啊，或者係啲歌曲啊，都用晒咗嘅。係，所以如果真係要短期內再攞翻手，大家冇聽過我個 genre 嘅話，我就
即係會思考好多咯。諗咗幾耐啊？你揀咗 Melody 啊嘛？我揀咗好耐，係即係其實節目組都催咗我幾次，跟住我係因為我交好多歌，係有啲廣東歌啦，有啲係比較難攞版權噶啦，係中文歌啦，係即係我好中意嘅歌都好難攞，所以到最後我就捨棄即係我原本想唱嘅嘢，跟住就即係諗到一首我覺得聲線係啱我嘅。跟住佢歌詞嘅內容都係好符合我當時嘅心情嘅，所以我揀咗 Melody。係，多謝你啊！少龍區103啊！嗱，咁我又問翻你轉頭啦，因為你都係舊年，係咪啊？舊年參加舊年先秀崛起啦，Astro 先秀崛起攞冠軍啦。咁呢個舞台同之前個舞台嘅最大分別係乜嘢咧？咁樣上一個舞台係同同齡人或者係比我細嘅人競技啦，即係。壓力可能冇咁大啦，因為我係入邊最大嗰個嘛。而家全部老雀係嘛？係咪？真係嚟到呢個歌手節目嘅話，大家都係咁上下嘅，係真係有啲真係好勁嘅歌手，或者係好多冠軍啦。所以其實嚟到就係咁一個感覺，好似學習咯，好聽嘅，係即係嚟攞經驗啦。唔係個心態咁簡單咩？即係攞嘅嘢都唔簡單。其實人係有野心噶嘛，係你都想噶嘛，係啊，都想，係啊，都想贏噶嘛，係啊。不過其實當時個人嘅狀態，我因為比賽之前嘅幾日我都係好 stress 嘅，我真係瞓唔着嘅。我記得我即係比賽前2日3日。到比賽嗰日，我好似瞓3粒鐘嘅啫，即係緊張真係到咁，因為我個頭腦一眯埋眼，我就一直反覆去諗，係練歌或者係點樣去編排，點樣有個即係 melody 咧，因為呢首歌好經典，大家嘅腦已經有一個刻板印象咗，所以點樣去改？不過改你又唔可以真係人哋 feel 到你嘅 intention， 你要好自然嘅，所以係咯。又唔可以太過支持，唔可以好 hard 去改，唔可以太做作呢樣嘢，唔可以太做作。跟住你要點樣走位，你要點樣咩表情？其實上個台真係你好似咩都冇，好似 Daniel 哥講嘅，即係你上去你咩都唔記得㗎啦，忘記曬啦，太緊張。你嘅眼都忘記愛開㗎，睇個你唔知睇邊度啊！真係好粗按翻嗰個，即係我唱歌我要唱得好好聽嘅時候，我就要咁樣。你原本嘅 planning 係咁樣，哇！即係中國嘅歌手2026咧，其實咧佢花邊新聞都好多㗎，就好似話到即係製作組改咗大家好多歌，即係可能因為歌手會俾好幾首歌佢，然後哈林庾澄慶嘅新聞都出嚟啦，就隔離我10多26首這樣子。咁請問你哋喺馬來西亞方面會唔會都被改好多咧？因為可能版權嘅關係。Benson 你話你之前揀咗好幾首㗎嘛？係應該都有10幾首。然之後。唔得，大部分攞唔到啦。哦，咁最後就揀咗 Melody。係，OK。不過原本都係有咁樣嘅 list 嘅，不過覺得呢首歌好似唔係攞嚟比賽嘅歌嚟嘅。邊首？Melody。哦，OK。即係其實我揀好多歌都唔係攞嚟比賽噶啦。所以而家你後悔咗啦？唔係講後悔咯，真係唔同嘅 genre 咯。OK。Blue 嘅時候已經你唱咗《路過人間》啊嘛。係啊。咁。你覺得適唔適合？即係所以你揀咗。其實對我嚟講，嗰首歌都唔係比賽嘅，適合比賽嘅。OK。但係我真係編曲老師真係好犀利。係啊，好犀利！佢將嗰首歌，因為我覺得原本佢嗰首歌係一個好似我哋睇電視劇咁啊，但係佢將佢變成一個電影嘅主題曲啊，嗰個感覺出嚟，唉，太勁咗。所以佢又為咗報答音樂，佢喺台上可以唱到咁靚嘅編曲，佢都覺得好開心嘅。佢 enjoy 咯，係咯。點解？其實我講真，我哋今次嚟咧，真係，我就同佢講，就當作我們只是嚟看春晚，嚟唱春晚，是一個很難得嘅機會啦。因為講真，26個人揀2個入到係真係你好勁，好 lucky 啦。Daniel，我想問點解瀟灑做呢回咧？首先我真係覺得我自己係好熟呢首歌，and then 我都係揀咗幾首之後，我係都係同阿 Dancer 一樣就係，究竟有咩辦法可以轉嚟轉去轉到，又好似係又好似唔係。轉嘅意思係話你想咁樣，你俾 show 你嘅智能是嘛？咁又唔係 no， 我嗰個轉意思嚟講，本來係大家已經印象中就係咁，印象中就係咁嘅歌，但係其實冇。首先係轉去一個比較點講，即係一個。從4拍變成3拍啊，就是換了整個編曲這樣的感覺。and then 第2 part 咧，我就加咗rock 咁樣。所以我係覺得
係一個 idea 玩 idea 嘅咁嘅嘢，所以係呢首歌係真係有 idea 可以玩咯。因為 OK 其他嘅歌定揾食咯，都唔係算唔算係揾食咯，都好艱難糊當咁啊。初你瀟灑走一回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諗住話呢首歌可以變到點樣，然後可以取悅到評審嘅心態，會覺得哇我唱呢首歌都唔一樣嘅發揮喎，係咪咁樣嘅心態？即係有好有信心㗎啦，對於呢首歌改到咁樣。可以咁講咯，就係個 plan 係好有信心嘅。但係出係嚟就方嘅時候，前夢咯，出到嚟嘅時候，完全唔知唔記得咗真係。係啦，機械性定開口唱歌。係真係，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哋平時練習嗰陣時，都幾好嘅，幾 nice 啊。咁呢個 part 係咯，我哋自己好中意。但係我睇翻嗰日我哋 live 嗰日嗰陣時，冇搞錯，真係 lost 晒咁因為其實咯。個心情唔同咗嘅，真係心情唔同人咗。嘅真係你嘅感受都唔同咗，所以其實你聽翻其實嗰個唔好改。我自己嘅歌啊，我即係頭先就問佢哋咯，其實你有睇翻係我哋啲影片冇咁冇？你咁睇？係咯，講真。 OK， 好，我哋因為進行緊 Melody Facebook Live 啦，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喺 Melody Facebook 留言咧，問三位，等陣翻嚟再傾，繼續守住喺 Melody。好恐怖啊！你咁講到好恐怖，係啊！參加比賽真係好恐怖嗰啲。係㗎，有時你 overthinking 又係啊，好嘅事，即係有時你好放鬆，你想好有信心去唱，又驚好似龍考反轉，係咪？係咪真係辛苦嘅喎？點解你唱得普普通通係好聽啊？但係普通咯，唔係比賽，咁點解又？所以有時應該聽翻自己嘅聲多啲。係咯，因為嗰陣時你好想討好 judges 啊，你好想 impress 你哋 show 我嘅 skill set，不過其實都。唔係呢個諗法會唔係比完賽之後你先諗到？係你先諗到唔應該咁多嘢諗㗎啦，其實咁樣。其實啦，我覺得入邊啊，我覺得其實入邊啊，因為我覺得歌手呢個佢其實又唔係真係一個好比賽，真係睇你有冇你嘅 style 同埋人哋中唔中意你咯。係咁啱你嘅歌，如果同人哋唔同，因為係咯，因為有時你太多特登係咪？有時都要講情懷嘅，你都知杜正彤咁樣啦嘛，你冇諗到佢係可以參加歌手嚟㗎嘛？咁佢唱一首歌有話題，他又可以讓大家就係咁咯，這樣子的感覺。所以其實有時係咪最好係仲有咩其他比賽我哋咩都俾咯咁咯。好似阿李允舜啊嘛，係啊，咁佢唱嗰首歌係。對啊，就是來 show 技巧的吧，應該對民歌。但是我都俾佢震撼到。係咯，其實感情啊，佢嘅detail，即係我係佢後邊一個，所以我哋同一組啊嘛。我緊張嘅時候我聽，我都忘記咗係緊張嗰樣嘢。我專心去聽，哇，真係好聽。其實我覺得係咩係真係講，呢個 show 好睇啊！咁我感覺其實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，因為 of course 技巧唔會太差啦，咁樣咯。但係其他嘅就真係。你同埋嗰首歌出嚟嗰陣時，係大家睇到係哇呢個 show 好精彩，我覺得呢個先係最重要。你精唔精彩啊？我真係唔知喎，講真，我真係睇得你 my god！你諗翻轉頭，你企喺舞台嗰剎那精唔精彩啊？你覺得你 performance？你記唔記得啊？我覺得個造型好精彩，係真係睇相覺得呢幾張相係好得下喎。但係之後你冇你有人唔係話有影翻你啲相，即會唔會咧？即係你不是叫身邊嘅人幫你拍一些你自己嘅表演啦？係有睇，咁我睇嘅時候就睇翻我自己影，佢就係我老細幫我影咁樣咯。睇下，頭先齊派比較好咯咁樣咯，就有咁嘅感覺咯。其實真係覺得，其實比賽係睇我哋幾 stable，唔係睇我哋係真係技巧幾多，係真係你可以浸住 maintain。好 steady，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即係你想表達啲咩咯？係咯。嘅水準咧，其實應該係。但係又真係因為嗰種恐懼感，令到你哋劣下拎晒，乜嘢都冇晒咗，你好難去真係發揮到你正常嘅水準㗎。你唱嗰陣時，你一直仲同師傅鎮定啲。係咯，鎮定啲，定啲嚟邊面，兩隻手揸咪。我嗰陣時真係 ，Oh my God， 咁樣咯。嗱，最後兩位就係李允舜同埋黃玉兒，即係佢本身係駐唱歌手，我唔係。係。哦，OK。即係其實我同佢唱嘅時候，我都好 enjoy 嘅，因為佢真係好 enjoy stage 嘅。係啊。即係佢嘅心情今日係點啦，亦都會好盡責或者係好投入。所以同佢傾偈有時
我都覺得哇，你個 vibe 好好啊！即係比方我哋比賽嘅時候，我哋都係傾嘅。佢又講平常心咯，我當係會玩咯。咁你哋會唔會睇晒所有人參加即係唱啦？哎呀，佢揀呢首，佢揀呢首，會唔會覺得哎呀，我應該揀邊首啊？咁樣會唔會咧？其實係多少真係有咯，都有啊，係咪啊？即係哎呀，我點解唱瀟灑做呢回咧？咁樣係真係有咁嘅感覺啦。但係其實唔知咧，或者揀嗰首都係死啦咁。因為嗰陣時其實即係節目組嗰陣時，佢哋有問我如果係瀟灑做呢回同埋另外一首，你唔係，其實唔係，佢其實根本就冇俾我瀟灑做呢回呢個option。係我講其實我想揀瀟灑做呢回，係點解唔得咧？我做咩你哋冇 short list 喺入邊咧咁樣咯？其實冇啊，因為我哋覺得呢幾首比較應該比較係適合你啦。瀟灑做呢回就經典歌手嘅比賽先啱啲啦，冇我會改編啲啦，咁樣咯。其實咁啊，咁我哋問下老細先咁咯。所以佢話前不休 reject 我得嘅，我諗住我煩咗成日，所以第二日佢講OK 呢首 confirm OK 咗，我先 OK。因為嗰陣時我係真係有 send 個 demo，即係講我會咁樣做，我會咁樣做，所以講OK 呢個版本係 OK 嘅。你之前佢哋 propose 俾你有咩歌，可唔可以講噶？其實我係講噶嘛，應該 OK 嘅。OK 啊 ，propose 俾我講，如果我們給你選的話，一首就是面壁，一首就是我不難過。面壁就是你我嘅歌，對啊，我自己嘅歌。點解你唔選擇面壁啊？自己嘅歌。其實佢哋都有講啦，通常唔係好鼓勵唱翻自己嘅歌咁樣，所以我諗其實都講得好有道理。同埋面壁，我真係唱咗20年咁樣，我又。但是這個不是情懷嘛？沒有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我自己的感覺和別人聽到的感覺是什麼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可是講真，我哋嘅 judges 都係第一就係好同我好熟啦，第二就係佢就知我邊個咯。所以其實唱翻呢首歌，跟我什麼關係咧？唔知咧。所以其實對我嚟講，如果唱翻面 B 嘅話，我已經係我都唔知想點，即係唱翻一樣咁樣。咁我不難過咧，其實我係中意嘅，但係我真係咁樣睇冇咩嘢好玩啊。未必或者我係唱得好聽，但係我覺得好似冇咩好玩咁樣，所以講你叫我選瀟灑做呢回咧先有嘢玩啊嘛咁樣咯。即係比賽歌還比賽歌，好聽還好聽咁啊！係咯，但係有時諗下，其實應該搞好聽好過勁嘢咁樣。唔知啦，係好多嘢再玩過啦。好啦，再嚟啦，我哋我們這個是 last 啦吓 ，OK，我們最後講一下，分享一下。你 end 我就講嗰個可以啦。有先啊。歡迎大家翻嚟我哋嘅 Melody 放工大過天啦！咁今日咧好開心啦，揾到3位，我自己好喜歡佢嘅歌手嚟嘅，咁樣因為佢哋3位咧，佢哋唱歌好有特色啦，咁亦都係冠軍人物，真係冠軍人馬嚟嘅，戰鬥型嚟噶。OK，嗱，今日嘅最後 part 啦，我好想問下大家，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啦 ，OK， 你即係翻去當日比賽嘅舞台，同翻當日比賽前出場嗰個自己講一句說話。你會想同佢講乜嘢啊？即係我出場噶啦，咚咚咚噶啦，咚咚咚之前，即係試開面講緊你嘅名啊 ，Danson 黃德星之前嗰一剎那，準備嗰一剎那，有人即係你自己想同嗰個人同自己講乜嘢啊？阿 Danson 先啦，由細到大，即係睇一樣嘢唔好睇到咁重啦。即係唔至於到你瞓唔着嗰種 extreme 嘅 nervous，即係你上台前你唔緊張嘅，不過你 before the preparation 你係緊張嘅，所以我覺得 relax 啦。喂，呢一個今次呢個經驗仲緊張過你參加新秀嘅時候啊？因為唔夠瞓，即係我會一直去試我嘅聲仲喺度冇，因為你唔夠瞓嘅話，你嘅聲嘅 condition 就係唔靚咗嘅，啲力都唔出到嚟啊。跟住揀呢首歌，因為我改到好臨時臨急改啲設計啦，所以我要去反覆去練，所以我覺得真係可能係揀錯歌，或者係應該揀翻一首即係自己好熟嘅嚟同對手打喎。哦，OK，不過真係唔緊要啦，過咗去啦嘛，大個仔啦，一個經歷嚟噶嘛，有排玩啊你真係。Blue 咧，我覺得啊，想對自己個都係加油咯，唱翻發揮平時嘅水準得噶啦。OK，真係唱好老師嘅歌，因為其實講真啦，每一次比賽係咪，每一首歌係咪，
我揀咗之後，係咪？我都覺得好似我自己唔識唱歌咗，因為老師編曲咗之後，其實佢完全係另一首歌嚟㗎嘛。咁你又覺得，我係咪做緊自己？我咪明明呢首歌我好熟㗎嘛，係咪？點解好似唱唔好咁樣啊？所以次次你都係同自己講。其實你得㗎，唔係呢個唱唔好嘅心態係當下比賽緊唱緊歌嘅時候諗到啊，定係之後你先會有咧咁樣？唱緊嗰陣時，唱緊嘅時候都哇，唱緊喎，你仲會諗呢啲嘢？都會諗到，其實你可以做得更好嘅，你可以唱得更好嘅，你唔好緊張啦，咁樣嘅意思。而家呢個真係叫做諗太多啊！唔係佢都控制唔到嗰個心態咯，係啊。想真係唱得好好啊！你真係好想真係。但係好似，做咩冇力咁？身體分開係咯。但係講真，因為嗰陣時我同佢同一組嘛，我睇住佢唱嗰陣時，我真係覺得其實因為你平時一直唱嗰陣時好 chill 係咪？好 chill 嘛。一比賽嘅心態就唔一樣，真係唔同咯。真係其實我覺得佢平時唔係咁，因為嗰首歌我幫佢彈過添，係咪？都唔係咁噶嘛。因為佢今日佢果然係好緊張咁樣咯。你咧，你真係俾翻我啊，遇到你翻有咩想同佢講啊？其實我一早未俾嗰陣時，我已經諗好咗我俾我自己有咩，就是給自己有一個交代了。我就想了這句話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。這什麼意思呢？你而家嚟同人哋打，你即係得一條命嘅啫。有咩打咩啦。因為最好啦。係啦，你總之係做到最尾。你要人哋記得你做過啲咩就好啦，冇話做我一定呢一場我一定要點樣贏定係點樣，所以一定要流芳百世咁。所以我就講 OK 咯，至少我做了一個很帥的造型，我選了一個很帥的歌，然後我選了一個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做這個這樣子的版本的編曲 ，OK， 就這樣啦，走到咩就走咩出嚟啦。至少你可以站在這個第一次的歌手2026馬來西亞片的舞台，我覺得體驗過咯，體驗過。好啦，再次多謝三位啦，咁三位我都係覺得好犀利嘅歌手啦，同埋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唔一樣嘅舞台咧嚟施展你自己嘅實力，好唔好？多謝 Daniel， 謝謝 Blue， 謝謝 Dancer， 謝謝。好，亦都話俾大家知道啦，如果大家好想睇歌手2026馬來西亞片，就喺每逢星期六晚上8點半咧，你可以透過 Astro AAC 頻道306 Astro Go On Demand 同埋 Suka 同步收睇嘅。咁另外 Melody 嘅聽眾依家可以打電話上嚟啦，0393333388回答一道 very 簡單嘅問題，你就可以贏取由你好中國旅遊展送出價值150 ringgit 嘅周邊產品嘅。詳情條規及私人隱私權可以